天是2006年2月19号，藏文课是第71次，是倒数第3次，再有2次就结束了。先复习上节课的189页。上节课正好4页，这节课也正好4页。开始啊。提米拉多杰僧给却甘北七。米拉多杰僧给却甘北七。给穷乌住的。给穷乌住的。学在北却龙的。学在北却龙的。提人却。提人却。给让心给托巴达尔切的。米拉多杰僧给伊玛让的。米拉多杰僧给伊玛让的。南巴尔学兰人切北容色儿。南巴尔学兰人切北容色儿。曼巴撇内米切北。曼巴撇内米切北。给学大给热了。念卓瓦西北呢？给学大给谁了？念卓瓦西北呢？参阳大瑞念西写查所。参阳大瑞念西写查所。给外些人啦灯呢？给外些人啦灯呢？给娃样人记行拍给。给娃样。第8出包啦灯呐，第8给行拍娃儿狗给，台湾呢打给铺地样，给龙军把地啦铺的，热度中哦。热度用哦，第二新阳美呢？赞丹起大二月，开南推藏度，托盖堂南丹度洋洋直呢？三月美北血本啊，三月美北血本强。打给第8来继续钱呢？第的比跟第8堂菜本狗。伦波罗巴我擦金，开南马勒我擦金，天那开巴干狗干，七麦群度热巴罗，土窝通瓦。土窝通瓦堂每日写所，马根西瓦堂新毛卡尔维，扩他圈内，以信度标啊是穷的，你莫马努瓦尔。国际度五行的，体内热度内边儿掐外气，色东给龙卷8度没把撒，
我写给米他们借读的，我写给你他们借读的，家军家亲包在道，家军家亲包在道，却给我借读的气儿，却给我借读的气儿，第二翁吧嘛应该，第二翁吧嘛应该，却啦人在外气儿，却啦人在外气儿，第二翁说。第二翁说。太阳打架了，兔在外来读。太阳打架了，兔在外来读。坦白却端记，坦白却端记，去趁崩瓦马拉给，去趁崩瓦马拉给，去趁松外来读。去趁松外来读。驴地崩哦，驴地崩哦，卡瓦见给米南，卡拉见给米南，驴群度，驴群度，却给恰瓦绝浪却给恰瓦绝浪，地心体，地心体，体内确赛给云丹，体内确赛给云丹，唐切瓦绝百来切度，唐切瓦绝百切度，米军给确赛了，米军给确赛了，米拉鞋绝百，米拉鞋绝百，东给参了米拉鞋茶所。东给参了米拉鞋茶所。好，今天也是整整齐齐的4页，咱们看啊，就是假设复句跟假设连词。假设句这个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有什么呢？第一个，你看拿，这个咱们常见，如果。第二个是用一个凯得跟它配合，就是光一个拿是如果，前面呢再加个凯得拿，就是如果这两个都是如果假设的意思，它就是一个前后配合。这个呢，它写一个万一，实际上它的基本含义还是如果，还是假设。这个假设在这种形式下呢，有时候会出现那个就是万一，就是一般假设呢，就是这假设的情况出现的概率啊不一定，这个万一啊就是这个出现的概率非常低，它包含了这种情况。实际上它基本含义还是假设。这个万一的情况啊，你一般在那个句子里头你能看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假设的这个口气是什么呢？就是拿样拿翁，光一个拿是这个如果假设，加上也呢，就是如果这样也不行，一般是这样的句式。就是说即使这样，这样就不宜如果了，就是即使这样，你假设出现这种情况，也后边否定也不行。容呢，它的最基本含义呢是这个容啊是可以适宜，就是行。那个前头不是刚那个咱们读的那个第一句，就是他俩赌钱，他说明天要捞回来，那个人说容，就是说行，可以合适，这个他还如果他用作副词，刚才那个是个动词，就是说表示一种这个就是做谓语用的，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的，这个东西是合适的，它是动词。如果做副词就没有词尾，就是一个容，这个时候它有什么意思呢？就好像那个拿翁似的，如果也不行，它是你即使这样也不行，所以它就有了这个，它这用了纵然，你可以用虽然、然而，就是它是一个转折的，就是这样也不行，就是成了，如果用在副词上了，它就变成了一个转折关系。跟具体例子结合的时候呢，记住那个情景，他就把这个词的这个用法记住了。咱们来看具体的例子啊。第一个拿，这个咱们是很常见的，这个比较简单。
说用于表假设分句的动词和形容词词根之后，动词一般用过去时。咱们来看第一个啊，说我吐糖三碗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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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啊，咱们干脆再多读一点啊。我吐糖三碗地了，卷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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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主语还是宾语呢？要看动词。动词是倒数第二个觉是后悔，后悔。后悔啊，它是个不及物动词，就是我本身感到后悔，它不及物，它不是说这个我打一个东西，它必须设计一个我后悔就完了，它是一种感情动词，所以呢，它不及物，这个主语不用带句格，因为它不涉及到直接宾语。然后它前边这个啦呀是在哪方面，在什么问题上后悔，它不是这个直接宾语。它是说明我的后悔是发生在什么地方，或者是说对于什么感到后悔，这是一种叫间接宾语，或者是这种成分的。他对于什么感到后悔呢？对于这个吐是咒术，那个米拉日巴去学这个吐去了，就是学这咒去了，咒术和什么呢？塞瓦是冰雹。冰雹像那个拉萨三大寺有一个寺叫色拉寺，就是这个塞瓦，色拉就是冰雹寺，塞瓦对咒和冰雹的罪行，恶事罪恶，对这个罪恶呀感到后悔。这两件事咱们前头大概都有印象了。放咒是他用放咒把那个叔叔家杀死了这个35口人，这是放咒的罪行。这个冰雹呢，是他的头一个上师呢，让他去，这等于是给上师办事，就是那个地方的人骂过上师，这个上师呢就让他学了咒之后呢，在那个地方庄稼刚灌上浆，还没有收割的时候呢，去下一场雹子，把那个地方的庄稼全部给毁掉了。对这两件事啊，对这两件这个罪行呢，他感到后悔。这是后来这个他就是后怕想起来之后呢，杀死那么多人，毁人家，那个下冰雹毁人家一地庄稼，那个也不定杀死多少人了，给人造成这个都是很大的罪恶。他对这些感到后悔了，感到后悔之后，他就感到什么呢？后边就是说这个之后呢，或者是说这个也是个原因，造成他怎么样呢？却禅茶，却法禅想念思念惦念，就是怀念想念吧，就是你看我们念佛就是老念念不忘，就是老想这个东西，老念这个东西，老念什么呢？老念法，他这个法就是指的正法，就是原来学的这个法不正，邪法外道嘛，所以他这个办坏事儿，他这就想，为什么他这个就是想念正法呢？因为自己知道自己罪恶很重，他知道罪恶重了之后啊，他就要想办法，我怎么来这个解脱这个罪恶？那只有靠正法了，所以他就怀念正法，思念正法。茶就是厉害，十分强烈，就是你反正用那个就是很急，甚至过分，就是茶就是很厉害，就是思念法，思念正法呀，非常厉害，非常思念正法。你看下边意思叫太想追求正法了，就是这个意思。后边您塞米禅，您是白天，这个塞是食物，米禅不想不思食，不想吃，
白天呢不想吃饭。这就是说这个，因为感到自己罪恶大，想学正法，这个着急上火，所以就是白天呢饭吃不下去。下边亲呐夺宁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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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这个走道。这个就是一般那个就是在古语里头呢，它就是走道。现在话里头呢，好像就是也就是走。这个地方就是取它走的意思，就是亲呐，在走的时候，这算一个时间语格。在走的时候，对，就是一个坐一个住，长期的居住，那个短暂的居住。坐在那儿，待在那儿，也不见得是坐在那儿，就是停留在那儿也可以停留。说这个在走的时候呢，宁心觉贪欲、想望、贪这个希望，贪恋，反正就是这个，如果用一个字就是贪，如果用两个字就是贪欲，从它发展出来意思就是这个叫贪欲望，心想做，就是在走的时候呢，心里头想坐下，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知道干什么好，这个因为想学正法又找不到，所以就那个是吃喝不宁，坐立不安，就是实际上就是坐立不安，坐也不想坐，走也不想走的时候呢想坐，心里头想坐。这个后边这个字应该后边这个拿应该是塔，应该是这个就是应该是错的，回头我再问周老师啊。这个如果改成塔之后它就是前边这个夺，就是这个坐跟住的未来时跟过去时，前边这个是现在时，后边这未来时过去时都是前加爬，然后把那个上边的哪若去掉就完了，所以这个应该是后边是得，你把它改过来。得那着宁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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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那就是如果坐着呢，要是坐在那儿呢，心里又想走，坐立不安，因为他心里头的这个不安呐，所以他就这个干什么都达不到他的目的嘛，所以什么都怎么哪都不对吧，就是参逆度敏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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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咱们前头说了，基本含义是名字的敬语，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夜晚，晚上，夜间。逆是睡着，动词名词都可以，睡着就是入睡，睡着了。你要是睡，那就也可能睡着，也可能没睡着，都包括。这个就是睡着的状态。敏拙不走，实际上这不是不走，是走不到睡着的状态中，就是进不到睡眠里头。晚上呢睡不着，这是写他这个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之后后悔这个求正法求不到之前的这个坐立不安的情况。这个语法呢就是那个拿就是刚才我说它时间语格，他这用的是说这个假设，说如果走的时候呢就想坐，如果是坐的时候呢心里头就想着走，他用的是这个假设，就是如果假如走呢他又想坐，假如坐呢又想走，他用的假如。好，这个因为这个拿呢咱们这个用了很多次了，所以这个就语法比较好理解，咱们来读一下拿吐糖塞为迪了别呢，拿吐糖塞为迪了别呢，却禅茶您塞一禅，
雀禅茶饮塞米禅，亲那夺宁夺，亲那夺宁夺，得那着宁夺，得那着宁夺，参逆度民着，参逆度民着。再看一句，这是萨迦格言啊，说云丹梅那恰路给，云丹梅那恰路给，云丹学问啦、本事啦、这个功德啦，这个地方就是指的学问。梅那如果没有学问，恰路这个先简单介绍一下，恰一般就是这个双，一双一对儿，这不是一边一个小圆圈嘛，就是一双一对儿。恰这个路是这个叫制度、习惯、风尚，这就是这个硬来这个就是为了理解，说这合起来这是什么呀？双份的这个习惯是什么呀？它这叫衣着样式，就是恰路合起来啊是衣着样式。用一个简单的字儿就叫装，比如说冬装、夏装，就是那个装字儿，就是冬天的衣着样式，夏天的衣着样式。题句格，这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没有学问，然后呢，用这个打扮，用这个衣着样式，这不是句格吗？用它来，它没有了，这格言嘛，就是很简练，就没有别的话了。这就你要来这个理解。如果这个人没有学问，他用这个衣着样式干什么呢？那实际上就是没有本事呢，就用这个来这个武装自己，来打扮自己，来显示自己。你就能体会出他的意思来。所以呢，他下边就译的就是什么呢？没有学问，只凭打扮，就是用打扮，用这个衣着样式来充实自己，来这个就是充本事，所以就这个意思。开那么嘎哇给米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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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智者学者们，学者们，嘎哇高兴，给生产生，米女不能产生欢喜，学者们不能产生欢喜，也就是这个。如果一个人没有学问，光打扮，学者们不能产生欢喜，学者们不喜欢这些，不能令学者们欢喜，喜欢。这个大窍觉堂米丹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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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是马，窍是最好，无上，就是这个殊胜什么，反正就是最好的，最好是他的这个自信，就是最棒、最上，无上了，他就是最好的。觉是前边不要撒，就是那个走的动词了，加上撒呢是走的名词。这个走的名词呢，它是这个准确的说是什么呢？叫步法。走步的步，方法的法，步法，什么意思呢？它主要是指的那个马，就是马呀，它这个马有的会走不会走，会走的马，你那个人骑在上边啊，很稳，不颠不动，但是呢走得又快，那就是马步走得好。不会走的马呢，那就是那个弄得人很难受，还不出路。所以这个步法就是这个这个马的步法呢，它这个就是就是步法吧。它这个它一个是指普遍的，就是步法的意义。另外它从里头呢有一个比较狭义的，就是指的
马的一种走得很快的一种步伐，就是一种或者叫疾走、快步什么，反正就是你起什么名字都可以了，就是指的一种很好的走法。然后这个词呢还可以发展出一个意思，就是风格，就是马呢是走步法，人呢你就可以用在就是风格、风度这方面了。后边这个注意，这个是唐米丹娜。如果用汉语说呢，实际上它是什么呢？你把它米永远是放在那个最后一个动词前头，你先把米拿掉，你看这个动词你就知道什么意思。唐丹娜就是如果具有，然后在中间就是在倒数最后一个动词前头加个米，是整个否定类动词，就是不具有。所以你不要受它这个词序的影响去硬抠这个词序去。唐米丹娜就是整个否定唐丹娜，具有带有。说如果马不具有最好的步伐，就是说你这个马呀走步不行，然后呢信度领养忍汤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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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度领养忍汤穷。说这个马如果不具有最好的步伐，就是走路不行，非常温顺老实好脾气好，温顺老实脾气好。后边对于马这个词儿当然一般用在人身上了，他对于马呢就换了一叫驯服，就是听话，就是非常温顺老实，也忍汤价值，忍就是价值，汤呢一般是指一块平地，一个场子，也喝饭汤的菜汤的汤也是这个汤，一般指一块平地，一块一个地方吧，忍汤就是价格的这个地盘还是价值，价值穷小少，最后这句话就是说，如果一个马没有上好的步伐，没有最好的步伐，说他即使就很听话，那也没多大价值。你听话让你马干什么，就是让你带步的，结果你路走不出来，你光那个别的听话什么的就没什么价值。人反过来他就是为了比喻说，人呢主要是要在学问上要强，人要是没学问，说这个那个优点什么，那就是作为人你就不能是一个大写的人，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说人要是一生不长点智慧，那就白活了，这种观点。好，咱们读一下啊，这个语法还是这个拿，咱们就不用说了。云丹梅呢掐路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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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南嘎哇给美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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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桥绝堂米丹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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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度领养忍汤穷，信度领养忍汤穷，信度领养忍汤穷。信度领养忍汤穷。下边一句咱们学过，忙那马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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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多，这儿没有这个句子没看出来，这是他米拉尔巴叔叔对米拉尔巴母子给他们就是说，我就不还你的财产，我就占了。如果多，这就是如果你人多，他知道他就母子就3人嘛。如果你人多，军队从带领的命令是引领，你就领军队来吧。领军队来那就是打仗，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多你就来打了，就这个意思，就是我就不讲理了。
牛那突痛，牛那突痛，牛那突痛。牛那突痛。如果人少呢，你看他叔叔这个还很慈悲啊，给你把各种就所有的方法都你就挑吧。人多你能找着人你就来打，哎，你要是人少呢，找不着人呢，突痛放咒吧，也有办法啊，不是没办法，你办法多的是。这个痛是那个汤东打发派遣的命令式，哎，就是打发什么呢？打发咒，就是你派遣咒吧，哎，你就放咒吧，发咒吧，哎，办法有的是，你看你愿意随便选择，哎，这个话说的很这个气人啊，人少就放咒吧，啊，这咱们学过，读一遍啊。忙那骂虫，忙那骂虫，牛那突痛，牛那突痛。啊，说到这儿了，忘了那个上节课呀，翻回来189页，上节课说两个补充，一个是这个，你看第13句这个有一个拈是盘阳。那个忘了解释，盘羊为什么这个叫盘羊呢？这种羊在山上啊，它那个地角啊长得又粗又壮又长，它从小就长这个这个盘的这个地角啊，它转着圈长，最后它这个地角往哪长？往下长，最后就超过它嘴了。超过嘴之后啊，它那个嘴就吃不到草了，就是那个地角抵住地了，它嘴就吃不到草，就饿死了。这种羊。它的那个地角是盘着的，所以叫盘羊。啊，你看这个在这个有情的这个夜里啊，非常复杂啊，它会有这样的果报。另外第14句这儿说给外谢您善知识，这个谢我那个上节课就是讲错了，这个谢是什么意思呢？谢是师友，老师朋友的师友。师友、密友、亲友，哎，都有这个意思。这个怎么来引申出这个意思来呢？你看这个，除了把这个前加字爬去了呢，谢是知道，动词是知道，名词呢就可以是知识。加上这个爬之后呢，它为什么变成师友呢？你可以这么联想，就是知道就是熟人，所以它就是亲友，哎，这是一个联想。再一个就是知识多，它就是老师。老师就是知识多嘛，所以呢，把这个谢呢，谢的意思是师友。后边那个拈也是亲戚朋友，所以善的师友，那个后边拈呢就是一个同义词了，就是亲戚朋友，善友，但是是善师友，所以呢善知识。补充一下啊，还翻回来。下边是第4句。第4句是拿敌雄倔当，拿敌雄倔当，拿敌雄倔当，拿敌雄倔当。拿就是这个叫如果做名词实词的时候是沼泽地。沼泽地下边译的是水草地，一回事儿。沼泽地就是那个水草那个泥呀水啊。人沼泽地很危险，人这个走上去你不知道底下这个究竟有多深嘛，所以这是很危险的地方。敌这个水沼泽地，这个沼泽地的雄是什么呢？是正中心，正中间，正当间。倔是断，杀砍断除，打断，切断。当是疑问词，说这个沼泽地是从正中心断正中心是什么意思呢？沼泽地我要走过去，我是从它照直断。这个断就成了，就是说我照直就直接穿过去，
就是我走的这个路直接从那中间就断过去，哎，是这样呢，哎，达姆是这样呢，然后后边啊，一般这个达姆它有一个这个也可以单个的问句，也可以后边还有一个选择，它这个实际上后边还有一个选择是他锅儿几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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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边儿，中间边儿，哎，中边，这就是那边儿。锅儿是转圈儿，哎，锅儿这基本含义转圈儿。谁呗问，哎，问的过去时，谁呗。由于这样问什么呢？问说这个沼泽地我是从中间断，我是从中间硬闯过去呢，还是从边上绕圈呢？就是还是绕过去，还是绕着走过去？哎，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说这个沼泽地是从中间就硬穿过去呢，还是这个绕着边走过去呢？下边，台纳雄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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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前边也学过，慢，缓慢，安详。哎，那个米老师吧跟他们母子仨干活就台没，就是没有慢，不能慢，哎，你就老得干。哎，台就是缓慢安详，不急不躁。哎，拿就是如果缓慢安详。如果过来不要出动静，过来不要管。如果缓慢安详，就是说如果你不着急，哎，就是说你这个没什么急事儿，哎，你是这个很从容的啊，怎么办呢？雄雀，雀呢是那个前边这个就是倔，就是这个砍杀切断的命令式。就是那个倔是他的命令式，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不着急，你很从容的话，雄雀，你就从中间切断，你就从沼泽地中间走过去吧。哎，下边人呐，他锅儿谁？人呐，他锅儿谁？人是人是匆忙快速，就是着急，哎，匆忙快速。人，如果你着急，就是你有急事儿，哎，如果你有急事儿，着急的话，就绕圈儿，就从边上绕过去。谁说？这个说是回答。你们能不能理解这句话？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格尔是那个藏族来唐朝求婚的那个代表团团长，很聪明的。他大概走到一个地方就看到沼泽地了，沼泽地他就说，这是这个沼泽地是从中间穿过去呢，还是从边上绕过去呢？这两种选择。然后这个回答说呢，说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呀，你就从中间穿过去；你要是着急的话呢，你就从边上绕过去。中间穿费时间了。中间穿怎么会费时间呢？中间穿两点之间直线最近呐，你这绕圈肯定是远呐。沼泽地跟那个平地不一样。那当然了，有危险啊。对啊，所以它穿中间反而那个危险嘛。是危险。正常。危险怎么会跟时间有关系呢？危险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掉到沼泽里头，就没有这回事了，就你整个人就完了，跟速度没有关系，那没速度了呢，你根本这任务都完不成，哪还有速度？距离都没有，哪有速度？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你要按一般人说，这个回答的好像是相反的。
应该是你要着急就从中间穿过去，你要这个不着急呢，你就绕弯，这是一般的回答。为什么这个回答说你着急你就绕，你要是不着急你就从中间穿？它是什么意思？过沼泽地是不是要非常，就是要小心的？不，当然要小心，但是它还是2点啊，还是这个就是时间短，这是肯定的。绕圈儿，因为沼泽地那不定多大了，那绕圈儿有可能绕几天。哎，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没什么事儿，死活都无所谓，哎，你就从这件穿，你反正也没什么事儿，是不是啊？你就是也没什么任务，也闹着玩的嘛啊，你就死活都无所谓，那你就穿吧。如果你着急，你真有事儿，你要想办成你的事儿，着急肯定是你有事儿啊。如果你想办成你的事儿的话，你就绕。哎，对了，这个思考这就叫这个聪明，哎，这就叫聪明。你看回答的很聪明，哎，你如果真的有任务要完成，一定要绕，哎，这是最捷径。哎，很有意思。所以有时候这个学智慧啊，就是不学呢，你不经过这个思路啊，它没有什么不吃一堑长一智。你不学，你没有那一智，学了之后呢，你智慧一点一点就是在增加，智慧再加智慧呢，会增加出这个更高的智慧来。所以所以说这个叫世间说速度就是什么生命，什么时间就是什么金钱啊，哎，是有这个道理的。就是说你这个人精进不精进呐，是那个是很有关系的。语法现象很简单，就是就是假设，假如你不着急，哎，就是这好办。咱们来读一下啊。拿的熊雀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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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拿的熊雀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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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锅儿吃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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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那熊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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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那他锅儿噻，人那他锅儿噻，人那他锅儿噻。人那他锅儿噻。你看这锅儿也是，前边是原形，后边就是命令式，哎，就是你就绕吧。好，这个语法现象很简单，拿咱们经常见，所以下边再来看一个，说哈江要不忙产呢，哈江要居忙产呢，哈江要不忙产呢，哈江要居忙产呢，哈江是非常非常十分，哎，要是欺骗，如是幻术，就是咱们不是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哎，就是幻术师呢，他玩的幻术就叫如，哎，就是他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材料，砖石瓦块，然后用咒力就可以把砖石瓦块呢就让它显现成这个人马居相的样子，哎，这个幻术。盲察呢，多察刚才说了，厉害，十分过分，太多了，实在过分多了，哎，非常多，过分，这可以用过分。如果这个你看这前边就有一个十分，如果十分的这个他这译了一个狡猾，这两个词单独，一个是欺骗，一个幻术，就是说用欺骗的方法，用幻术，幻术也是欺骗，哎，显现出假的来嘛，所以就是妖龟合起来就是叫他这就是个译法，叫狡猾诡计，哎，对，就是欺骗，耍诡计，耍花招，就是这一类的。说盲察那太多了，如果你这个耍花招啊太多了，下边人系出江他马尔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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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咱们前边这个学过人就是每个个，哎，就是这个一个一个，哎，人系这个一个不定指代词就是一小会儿，就是叫暂时，哎，暂且暂时，人系就是有那么一小点儿，哎，时间上一时，你看下边一时，暂时除就是成功，就是除不就是完成嘛，哎，完成成就，暂时成就也，就是说你暂时成功了，它这下边用的词儿不好，叫得成，哎，这个就是贬义词，暂时得成也怎么样的？他妈最后，哎，落是毁灭、毁坏、完蛋。就是说，你如果这个人玩花招太多了呀，你即使一时得逞，最后也要完蛋。因为这个欺骗它不是真实的东西嘛，很简单。他妈是最后，他妈然是加上的，他妈是最后，然是到最后，再最后你要完蛋。哈江要给盲查呢？他将要给盲查呢？哈江要给盲查呢？他将要给盲查呢？人是出江他妈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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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来一句，说打抢球托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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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抢球就是菩提，或者直接译叫智慧、般若啊，菩提不是般若啊，菩提，这个菩提就是这个智慧了，就是这个觉悟，哎，也可以译觉。这个咱们讲过，这个算了，不详细讲了啊。透获得。如果我获得菩提，得到菩提，哎，获得觉悟。如果我得到觉悟，后边即马容，这是一个词组，很常用，哎，词组。咱们来看这个什么意思啊？即是什么？麻是否定，容是这个可以，就是有什么不可以？这是要从这个词上，咱们一点点来演啊。直接词上就是有什么不可以，有什么不适宜，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可以呢？岂不是好？哎，他最后引出来一个就是有什么不好，意思就是非常好，巴不得了。他下边意思就是那该多好。哎，你从这个词上来一步一步把他这个跟他最后这个意思啊那个联系起来。哎，就是即马容有什么不可以？哎，哪儿不好？有什么不好？全是好，那该多好啊！哎，跟他没有不好？哎，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有什么不好的呢？哎，有什么不合适的呢？没有不合适的。哎，岂不是好？哎，这样联系。哎，就是实际上最后他用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最好了，那太好了啊，那该有多好啊！哎，这个意思。即马容，这个拿不用讲了啊，咱们读一遍。打抢去托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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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马容，即马容。下边说拿前边的分句有时可以是一种事实或判断，就是说前边这是假设，说拿如果假设怎么样，但是他用这个拿的时候啊，前边啊不一定是假设的情况，它可以是一种事实或者一种确切的判断。为什么要用这个拿呢？用假设的形式只是为了衬托后边的分句，就是说用这个假设形式，就假如说实际上他说的是事实，他就是为了这个说后边的话。这个在咱们生活当中也是经常用的，比如说就说
如果说你是个人啊什么的，实际上他说的是事实，就是强调这个问题，就是说，假设你是个人，就是说，他假设口气实际上说的是事实。咱们看下边的例子。Rabjunam Kimla Chenbar Chena Kimla Chenbar Chena Rabjunam Kimla Chenbar Chena Rabjun 这上节课咱们那个讲到那个 Rabjun 啊，仔细分析了，就是出最好的出，收胜的出，就是最好的出家，就是从家里出来是最好的，你怎么理解都行，结果一讲入穷，它中间有一个都，就是那个土野地啊，最好地出离。这个现在呢，把那个去掉，成了一个词儿，就代表出家人，入穷，那出家人们 ，kim 家，一个是家，一个是屋子，就是具体的可以指那个房子，抽象意义就是指家。拉是对于家，亲是舍不得，留恋啊，下边就是那个留恋比较这个准确，舍不得这是换一个说法了。贪恋留恋，这个嗔巴尔前呐，这个咱们先看嗔巴尔前边啊，说出家人们留恋家，对于家有留恋。说这一个这个意思已经表达完了，为什么后边还要挂一个且？因为这个嗔呢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就是它是代表感情动词，它就是我很贪恋、很留恋、很那个什么，它不及物，它是一个感情动词。不及物动词呢，它没有直接宾语，它只能加间接宾语。你看说贪恋，说在什么上边贪恋呢？在这个家的问题上贪恋，或者说对于家贪恋是间接，只能加间接宾语。这样的话呢，那个主语这个就是说，出家人贪恋家，这个不及物动词它有一个被动含义，就是那个就好像是客观形式造成的这种情况，就是它主观欲望不强烈，它有这种意义。它这加上那个且呀，就是加上一个自动这个主动动词、自动动词，就是加上一个这个就是可以有主语、谓语、宾语的这样的呀，就是为了加强这个贪恋的主观成分。为了把它这叫这个什么呢？叫不自主变自主，就是本来这个产生一种感情是不自主，是客观情况引起来的，但是这个地方为了强调这种就是说强调这个出家人贪恋家的主动性，所以他加一个变自主动词，加一个就是且，就是强调他就是说你对家还贪恋，这是不应该的，强调他那个主动的这个发心的程度。如果说出家人对于家还有贪恋的话，这是个假设口气。实际上他这儿呢，就是说有些出家人呢，确实对于家呢是有贪恋的。这不是完全是假设，这也可以是一种事实，这样的话，或者是一种判断。下边啊 ，Kimbanam 大寂灭 ，Kimbanam 大寂灭 ，Kimba 这就是在家人，加一个名词化，人性化，就是在家人。在家人们呢？后边这又是一个常用的这个词组大寂灭，咱们来分析这个大寂灭是什么意思啊？大是看，寂是什么，灭是说。大寂灭就是看说什么，看你还有什么说的，看你还能说什么，就是不用说了，就是你还有说的吗？看你还有什么说的，就是不用说，那还用说？没说的了。就是说，如果说出家人对于家还有
留恋的话，说在家人，那还用说吗？下边译的叫什么呢？叫就是还用说吗？那就是不用说了，没什么说，肯定贪恋了。你出家人，他从家里头出去的人，就是说对于家已经舍弃了的人，他还会对家有贪恋，是吧？他还有残留的贪恋。那在家人连家都舍不得的人，那对于家那还能没贪恋吗？那不用说了，还有什么说的？你有说的吗？在家人说什么呀？没得说，肯定是贪恋的。大金灭，看你还有什么说的？就是没有说的了，不用说了。大金灭，这个依法意义就是一种新的意思了，就是说拿假设口气，但是假设口气前边可以说的是事实，就跟那个前边咱们学了一句说，叫抵日兴阳美，那就是这个地方连树都没有。这个你也可以说是假设口气，怎么会有檀香呢？就是说檀香得在树上长，这连树都不长，你能找到檀香吗？那还用说吗？所以他那个拿说抵日兴阳美呢，这个如果说这个地方连树都没有的话，怎么可能有檀香呢？这个如果它前边就是一个事实，不是假设，就是事实用假设口气说，为的是强调后边那句话，这是语法意义。好，下边还有一个例句这个还没读一下啊。热中南听啦亲巴尔切那，热中南听啦亲巴尔切那，听巴对，听巴南大金灭，我读错了，kim 就是要听巴听巴南大金灭。不能直接就 kim 就没有那个咔了 ，k 咔 k kim 吧。好，下边一句，恰瓦康熙猪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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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瓦就是做的未来时，是所就是所做的事情，这就是事情。事情，扛任何喜某一种某一个，这个任何呢也可以指某，就是具体的，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就是不管是哪一个事情，就是有那么一个就是不就是有一个事情吧，主完成做，做任何事情，不管做哪一个事情，这是个假设的口气了，就是如果是不管是做任何事情也怎么样子，这个如果呢，就是说前边这个事情呢不是假设，说的是事实，说的真的，就是说你就是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下边君堂云丹你诵，君堂云丹你诵，君堂云丹你诵，君堂云丹你诵。君是毛病、缺点、过患，这个用自性就是毛病、缺点，用那个佛经里头经常译过患，这过患这个词儿也很好，罪过、过失，这个患就是那些缺点、错误、不好的东西，有时候这个过患，你像这个词儿它不是那个说你弄个毛病、什么缺点可以代替的，它的含义就是比较准确。云丹就是学问功德，这就是跟它那个相对，就是功德了。就是说过患跟功德，用现代话就是缺点跟优点，这个它下边译的叫利弊，都可以了。你说这个刚才我读了这个去声，这个二啊，就是按照读音规则应该是读去声，但是四声，但是按照这个习惯呢，它是平声。你说，就是说，优点跟缺点呢，说呢，把那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哪若去掉，就是散，就是心想，散就是心想。
这个 som 呢是一个古语里头心想它加哪弱，所以这是一个作为异体字，哎 som 特殊的古语里头，萨迦格言是古藏文嘛，它就是这 som 就是 sam， 哎，就是心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不管做任何事儿的时候呢，也要怎么样的，也要心里头想一想啊，缺点跟优点这两个二，就是这个二呢，这是一种这个说法，就是二本来就是指的缺点跟优点这二就是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哎，就是说这两方面就是一个颂的嘛，哎，做这个颂句，哎，就是这两个方面你都要考虑一下，做任何事儿的时候，这里头都有智慧。这个很简单，这个智慧有时候是很简单，说谁不知道啊？你就没有这个思维，你就这个或者对这个思维你就想不起来，到时候就看到一个事情的时候啊，咱们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光看缺点。你比如说一开始你不喜欢这个东西，光看缺点就不看优点，结果做出错误决定。你喜欢这个东西了呢，就拼命的来找优点，不是缺点也可以看成优点，就找优点，就不愿意去找的缺点，就是最基本的智慧它就违反。哎，所以这个训练，思维训练，做任何事儿的时候啊，你两方面都要考虑，这个很难做到的。下边啊，你嘎娘样棒觉呢？你家娘娘棒觉呢？你嘎娘样棒觉呢？你家娘娘棒觉呢？你二嘎就是一个叫口气词，就是这个加在后边好说，两者二者，哎，你嘎，就好像咱们那个汉字里头的那个子似的，哎，儿子、孙子，什么桌子、你那个什么东西加个子，那个子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说话的时候说一个字不方便，后边就带一个哎方便，就你嘎，哎，娘咱们说过，两边是嘛，就是叫平等、相等，哎，平衡、平均。娘两个环儿，哎，两边呢一边一个马，两边平衡平等。下边意思叫相当，哎，说二者相当，二者一样，就是缺点跟优点呢，利弊啊相当，利弊都这个对半，也放扔掉，舍弃抛弃。别是需要，这个拿呀就他这还是说的是假设口气哈，就是说如果是二者相当的话呢，也应该舍弃。需要就是说需要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舍弃，也需要舍去，也需要舍去。哎，他这如果二者相当，也需要舍弃。你看，这就是智慧。有很多人就在这个二者相当的时候啊犹豫，这个是错误犯的非常多。就是你说起来好像说这个道理上你现在考虑一下，说二者相当应该不应该舍呀？那也可以舍，也可以不舍，也可以呀。但是你仔细一想，二者相当是什么呀？等于你白干，对不对啊？你做了一件事儿，利益跟那个损害呢是二者抵消，你等于是浪费时间。所以呢，这句话说的对，就是说如果利弊相当的话呢，你这件事不应该做，浪费时间。但是实际上你要是不经过这个格言的这种思维呢，我们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这个二者相当，就是这个事情办呢还是不办呢？哎呀，一会儿去这样办办，又觉得那样，又那样去办办，哎，来回这个，甚至还有那个格言叫什么呀？欧洲有那个格言叫一个驴子站在两捆草之间饿死。我们这种傻事办多了，这样办吧，他去想那个，就刚才跟米拉日巴子坐着的时候呢想走，走的时候呢又想坐着，就是吃这块草吧，觉得不对，我吃这块亏了，那块草呢，你要吃那块草吧，又想想也不行，这块草又不对，哎，结果饿死。咱们这理论上说起来很傻，实际上我们办这事儿啊多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上面浪费的。
如果我们不在这儿考虑犹豫，就是很明确的这个做决定啊，都是爬就做，爬就做，那很多事情都做成了。捏巴歇切，灭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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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巴这个词呢，比那个均呐要严重。均是缺点，这个捏巴两个意思，一个是错误，一个是罪过。轻了是错误，重了就是罪过。哎，也有缺点啊，这些意思，但是它比那个均要严重。像我们一般犯了做了罪恶啊什么，那个底巴前面冲那个底巴更严重，底巴纯粹就是恶，就是罪恶。哎，这个处于那个之间，错误跟罪过。罪过你看错误有时候会那个叫失误啊，罪过有时候就是无意的罪过。哎，这个所以捏巴，哎，罪过。谢是部分，切是大部分，就是罪过如果占大部分的话，哎，罪过是一大半的话，后边又是一个常用词，一个叫成语吧，叫灭举格。灭举格咱们呢还用词来组意思啊。灭是说，即是什么，格是需要。需要说什么？还需要说什么？还有啥说？还用说吗？啊，还需要说什么？啊，没得说了。哎，就是说，如果优点跟缺点啊，就利弊相当的话，这件事就不应该做的话，你要拿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说利弊相当就不应该做的话，如这样的话，罪过占了一大半的事情，还用说吗？读一遍啊，恰瓦康西竹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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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汤云丹妮妮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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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嘎娘样啊不对，尼嘎娘样棒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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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巴歇切灭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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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啊，好，就这会儿。